早期黄鹤楼3楼，后来变5楼。最早建于什么时候？三国时代那个孙武呢？孙权开始建造的。周瑜啊，在那个黄鹤楼宴请诸葛亮，是要害诸葛亮的呢。诸葛亮有智慧啊，智慧就是护身符啊，才能够脱身啊。他要接应，要帮助那个诸葛亮离开的那个是赵子龙啊，赵子龙。曾经是3楼，后来变那个5楼，5层楼。影片里面提到1981年的，然后5楼看到那个长江大桥，武汉的长江大桥，在湖北省的武汉呢，古代的荆州啊，三国时代就是为了征荆州。袭人已乘黄鹤起义，那袭人是谁？有那个老道士，还有那个酒馆的老板。此地空余黄鹤楼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唯见长江天际流是谁写的？是李白吗？